提及 Apple Watch，你最先諗到嘅係咩嘢？設計、去運動，還是好 convenient 嘅 Apple Pay？咁其實我同 Apple Watch 係老 friend 嚟嘅，從 S5 到 S8，條邊更幼咗，咗血氧檢測，更高的 Always On Display 亮度，攞嚟做手電完全 OK。就連 Apple Watch 都售埋。呢幾年 Apple Watch 進步唔少，手感越嚟越溫和，條邊變細成為最大的亮點。人像表盤我係覺得最好睇嘅，咁由於嗰個 design 改善咗，大部分基於黑底嘅系統設計亦迎來改變。WatchOS 10嘅 Weather App 就非常 dynamic， 取代咗之前嘅 System Design， 可以話前所未有。喺條片結尾處，我會為大家奉上對 WatchOS 及 Apple Watch 未來發展的預測。支援螢幕見日內容，好似咁樣。但係如果有 iPhone 嘅情況下，我認為你係唔會揀佢嘅。所以可以有用佢嘅機會，我認為更多係 outside running 嘅時候。Apple Watch 支援咗好多嘅運動檢測，而且在運動嘅時候仲會解鎖一啲 medal， 支援嘅類型又更多。我都係鍾意游水多啲。check 到你洗緊手，佢會自動開始20秒倒計時，鼓勵你認真洗手。另外 Apple Pay 嘅體驗感非常好。作為經常深圳、香港兩地跑嘅 teenager， 經常手拎一袋嘢，我認為 Apple Watch 嘅支付便利性係好於 iPhone 嘅。就咁隨手一嘟，仲有好舒服嘅震動體驗。到咗深圳會自動召喚返深圳通，非常好近。只不過啱想讚佢犀利，佢又加唔到門禁卡。而家嘅 Apple Watch 已經越嚟越 smart， 系統動畫越嚟越美觀。
我預估下一代 Apple Watch 嘅晶片會大幅降低功耗，保持原有嘅性能下。目前 S8 晶片同 A13 嘅細 core 嘅 design 非常相似，或者會從 A13 升級到 A15 細 core 嘅 model。呢條片到呢度就結束啦，如果鍾意嘅話留低你嘅 like， 唔鍾意嘅話會繼續更新㗎，多謝晒。